落地白，五月雪，4、5月间，土城总会出现人潮寻桐花而来。每天都50、60通电话的。问你什么？就说问的桐花开花的状况这样子啊，这个花期啊，办活动的话，这个季节，大概超过10万人次。10万人次的消费比农历过年还要热闹，业绩至少多3倍。桐花季借场地，店家无条件响应，艺文团体更乐，多了展演机会，让客家文化借桐花开枝散叶。我们桐花协会也不是完全是客家人，我们有闽南人，有原住民，各个族群都有，我们不分党派，不分族群，可是大家都共同喜欢对，这个文化。桐花之美不止在山间枝头摇曳，也落入民众心底。赏花、爱花、惜花，珍惜短暂花期绽放的美丽。桐花季的花期真的不好掌握，对不对？今年就是开得晚，可是我们看到其实满地已经有一些都打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先讲那个甜食，讲落雨天，是最怕什么？落水天，落雨天，最怕下雨啊。天候异常影响了今年开花的时机，游客依旧络绎不绝。桐花季客家祭典成了全民嘉年华会。桐花季不只是赏桐花之美，而是透过了产业与文化的紧密交织，在各个客庄现在已经带动了100亿以上的前潮，而这也使得桐花带动的产值不断的攀向高峰。青阳马给甜食，乐意甜；青阳马给甜食，乐意甜。